这一章，师父跟各位讲，这个有世间法，有出世法。各位莲友们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我们利用这一章跟各位简单来探讨，互相退让，方有互相合作之期呀。我们人活在世间，互相退让一步，不要斤斤计较，不要老是正面起冲突，这样没有必要。你看佛陀每一次转世在这个世间来拯救我们苦海众生的时候，一定都会有一个提婆达多啊。提婆达多就是专门障碍他的，来考验他的。难怪有一天提婆达多要走的时候，佛陀就讲，他是成就我的，我以后要度的第一个人就是提婆达多，我一定要救度他。他帮助我养成忍辱的精神，他是促成我今天成佛最主要的因素，所以我一定要救度他。提婆达多这么残忍的对待佛陀，毫无理由的来障碍他，结果你看佛不但没有怨恨，反而还要救度他。所以阿难尊者到地狱去，他说我要找提婆达多第一的人。说提婆达多很多啊，你要找哪一尊佛的提婆达多哈？还有哪一尊佛啊？我当然找释迦牟尼佛的那个提婆达多啊。他说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每一尊佛都有提婆达多啊。阿难尊者恍然大悟啊！你看这样一个想尽办法要障碍佛陀，要折磨他，要伤害他的人，佛照样救度。所以我们互相退让，人与人之间不要有仇恨，一定要退让，你才有互相合作之期。大家互相提携合作，互相疼爱，互相彼此照顾。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，活在世间才会幸福快乐啊，各位，对不对啊？你才有合作之期啊！我们可以合作无间，把事情都做圆满。彼此如果真功，永无彼此融合之望啊！你真功得利，这个是我做的，这是他做的，这样拼命抢。各位，你想想看，何必呢？你做的你自己清楚嘛，你不必要去多夸耀嘛，你也不必要去解释。做了功德，你的就是你的，别人怎么抢都抢不来。我们如果彼此争功夺利的话，凸显自己的才华，表达自己有多大的能力，你如果争功，你永远没有办法彼此融合。你想要大家都快乐的、很融洽的、很和蔼可亲的这样生活在一起，很难呢。没有这种希望的，信愿念佛才能永断轮回之苦。你一定要很坚定的信心，信什么？我一念佛，阿弥陀要救我，我不怀疑。我一念佛，我有条件可以往生，这个信我愿意去。你看，心心念念只为杀婆苦啊！我们每一个念头想到这个人间是多么的痛苦，多么的黑暗，多么的凄惨，战争的生离死别是多么的悲哀啊！你们都知道的。所以，如果有一天世间的因缘到了，我要舍报往生，我绝对到西方净土，我愿意到西方净土。除了信，除了愿，好好的念佛，你才能够永断轮回之苦，你才能够永远断除，不要再轮回了，一次又一次这么折磨。各位，没有必要，斩断轮回的痛苦，从今之后跳脱，我们永远得到幸福光明。这个是多么重要的话来提醒大家，各位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合作，不要再争抢夺利的，没有必要嘛。这一点呢，我利用这样的因缘来跟大家报告哈。阿弥陀佛。